大家好啊，我係黑粉。今次我哋會講返一首黑芹自己作嘅一首作品。呢一首就係黑芹喺2004年所推出嘅《舊生會》，作詞雷文、大雄、李克勤，作曲嘅係謝浩文。舊生會首次被收錄嘅唱片就係喺04年嘅黑芹推出嘅唱片，大約咁讀啦，個名係 Custom Made 當中嘅。舊生會就即係話舊生之間嘅聚會啦，簡單啲嚟講，係俾你有一個機會去接觸翻一啲好耐冇見過嘅朋友，或者叫舊生，又或者係兄弟嘅一個重聚嘅機會。喺舊生會進行期間呢，我哋係難免呢係有一個話當年嘅環節嘅，同大家喺度暢所欲言嘅時候，所以呢首歌裏邊我哋成日會見到一個字，就係曾經個曾。就例如副歌個位置，我哋會聽到曾一起手拖手，卻變成分手，熱似火花燒光後，難以白頭。人物有，場地有，緣分卻跟你沒有，只要讓你愉快便夠，只願鬆手。就算始終很喜歡，也太難開口面對你有男朋友，我又怎麼跟他搏鬥？其實我從沒法接受放得低這女友。曾一起手拖手卻變成分手，呢一句其實係話俾我哋聽，作者同佢重遇嘅一位舊同學其實係有過一段情嘅。咁點解呢段情到最後都要分手呢？我認為其實喺下邊嘅熱似火花燒光後難以白頭呢，已經係好概括咁樣解釋咗當中嘅原因㗎啦。如果大家係有睇到我 N 年前嘅一部《霧之戀》歌詞評論嘅影片嘅話呢，我係曾經用過愛情三角理論去評論一啲嘅歌詞嘅。咩嚟嘅呢？其實喺度好快咁樣講一次啦。分別就係激情、親密、承諾。激情即係我哋而家所講嘅咩有 feel 啊。面對自己心儀嘅對象嘅時候，你會感到有心動嘅感覺，成日好掛住佢，同佢一齊會感到好開心。但呢一種嘅感受並不長久，係可以話你對心儀對象嘅一種慾望嚟嘅。親密就係經過大家嘅親密接觸，彼此嘅了解、接納同包容。而承諾就係彼此雙方對大家嘅專一，甚至乎係婚姻嘅承諾。唔知大家明唔明啦？我講得比較簡潔嘅呢次，大家真係聽唔明嘅話，可以去返我霧之戀嗰條片嗰度聽返一次嗰一段嘅，係喺嗰一段片嘅6分鐘開始聽就得啦，聽到7分半鐘、8分鐘嘅時候就差唔多，可以返嚟呢一度。大家覺得熱似火花燒光後係似愛情三角理論嘅邊一個特質呢？大家可以隨住呢個方向咁樣諗嘅就係火花所出現嘅時間長短同愛情三角理論當中嘅邊一個元素係當中嘅一啲特徵係會比較吻合一啲呢？從呢一個方向諗嘅話，個答案就會係激情。兩者出現嘅時間都係會比較短嘅。當熾熱嘅激情火花燒盡咗嘅時候，
就冇辦法繼續維持呢段嘅關係。人物有，場地有，緣分卻跟你沒有，可以話係上邊嗰句嘅補充。當中嘅人物就係個作者同佢心儀嘅對象，場地就係講緊佢哋身處嘅一個空間啦。以上兩樣嘅嘢呢，佢哋其實都有齊噶啦，但係可惜最重要嗰樣緣分，佢哋偏偏就冇咗緣分，所以就不能夠喺埋一齊。第三行成行去睇嘅話，有冇發現呢一行裏邊其實暗藏咗我哋成日所講嘅天時地利人和啊？人物係人和，場地係當中嘅地利啦。至於緣分就係天時啦。幾時都話人有時做嘢呢係好睇天時地利人和嘅。作者佢就係喺一個唔適當嘅時候遇上一個佢心儀嘅對象。之後嘅呢一句，只要讓你愉快便夠，自願鬆手。呢一句係喺被逼嘅情況下所表達出嚟嘅嘢。頭先都講過，作者喺天時地利人和只係欠缺咗天時呢一樣嘢。就係因為咁，到最終作者都要被逼放棄自己心儀嘅對象，因為就算自己幾鍾意都好啦，都好難開口。作者而家要面對嘅係佢心儀對象嘅一個男朋友，即係依家嘅狀態就係作者佢自己同佢心儀嘅對象，同埋佢心儀對象嘅一個現任男朋友而家同場。之後作者就覺得，就算我想翻撻，咁我又點夠佢鬥呢？副歌嘅最後，我諗大家唔需要我解釋啦，就係講翻佢其實都一直以嚟都未放得低呢個女友。呢一首歌就係喺咁樣嘅背景下開始嘅，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到啦？我頭先同大家所講嘅話當年呢一個舊生會嘅呢一首歌嘅特質裏邊，可以話係全部都係作者自己同佢心儀對象昔日喺學校校園裏邊所發生嘅事件嚟嘅。就例如舊生會嘅第一句，我哋可以聽到：曾在校內的秘密場地與你吻別過。曾經喺校園裏邊嘅秘密場地，同佢嘅當其時嘅心儀對象有一啲嘅親密嘅接觸啦、吻別啦。見到其實佢已經係用咗一個層次啦，咁亦即係話咧，佢係打咗一個話當年嘅特質。我哋頭先所講嘅特質咧，已經係放咗入去呢一首歌嘅裏邊。其實所謂嘅秘密場地咧，我會覺得係一啲嘅暗角啦，或者係一啲嘅樓梯位啦、轉角嘅樓梯位啦，仲有啲乜嘢嘅秘密位置呢？我暫時諗唔到啊！喺學校嘅秘密嘅位置，大家可以提出嚟，如果諗到嘅話。曾為了你自願走過課，之後要再去補課。呢度我覺得係完全寫出咗情竇初開嘅時候，學生嘅一啲即係感覺啊、感受啊。直頭係有嗰種咧，即係呢個時候讀書唔緊要，最緊要咧戀愛大過天嘅嗰種感覺。最多之後咪再去補課咯，咁樣嘅感覺咯。為咗呢一樣嘢係心甘情願嘅，完全係。同
學聚會，竟撮合重遇，前事全部劃過。呢一度可以見到嘅呢，就係景撮合重遇。呢一度呢，我話咗俾我哋聽，其實作者係完全唔知道、估唔到有呢件事嘅，係舊生會嘅一啲同學嘅全盤計劃。仲有歌詞所用嘅係撮合，即係代表係有外力嘅協助，佢哋先可以重遇，亦都可以推斷佢哋已經有一段時間冇見。望你的笑臉動靜又同樣煽動我，可惜欠缺伴奏一起探過。作者望向佢嘅心儀對象嘅時候，發現佢嘅笑容、佢嘅動靜都一如既往，所以作者就被呢啲嘅感覺去煽動咗，佢想同佢嘅昔日嘅女伴去跳一隻舞啦。但最終因為欠缺咗音樂嘅伴奏，所以都係冇跳到。係啊，你冇聽錯啊，探過喺呢度講緊嘅呢，的確係跳舞。探過呢隻嘅舞啦，係喺阿根廷嗰度傳出嚟嘅。曾一起手拖手，卻變成分手，熱似火花燒光後，難以白頭。人物有，場地有，緣分卻跟你沒有，只要讓你愉快便夠，只願鬆手。就算始終很喜歡，也太難開口面對你有男朋友，我又怎麼跟他搏鬥？其實我從沒法接受放得低這女友。副歌嘅部分重點我淨係想講頭兩行，再推高一層去講一講。其實有冇發現呢？我哋睇呢首歌嘅歌詞嚟講啦，句子嚟講咧，佢大多數都係講緊以前嘅嘢，講緊以前有點好點好，好少講話依家嘅改變係點樣。副歌嘅曾一起手拖手係講緊佢哋以前關係有幾好，卻變成分手咧，亦即係話都變咗係分手收場。咁係咪即係暗示咗作者其實佢係好怕關係上邊嘅改變嘅呢？即使係去到伴侶嘅親密層次，呢一種關係都好，終有一日都會出現一個疏離嘅情況。大家又點睇我呢一個嘅論點呢？可以喺下邊留個言話俾我知你嘅睇法啦。簡介呢首歌嘅背景嘅時候，我就喺度講，就係話佢哋係用緊激情嘅方法去維持呢段嘅關係。直白啲去講，亦即係話作者同佢嘅舊情人啦一齊嘅時候，其實係用緊一個激情嘅元素去掩蓋咗佢哋兩個之間喺呢段關係上面嘅出現嘅問題。掩蓋並不代表個問題消失，佢依然喺度。當熾熱嘅火花燒盡咗嘅時候，即係激情元素過咗之後，你係依然要去解決呢個嘅問題。但係以往嘅佢哋都係選擇用激情去掩蓋呢一啲嘅問題嘅時候，就缺乏咗彼此嘅了解啦。亦都因為咁導致佢哋最終呢段感情不能夠走下去。就算作者意識到自己真係好鍾意都好，都太難開口啦，因為今時唔同往日啦。佢心儀嘅對象已經有另外一個男朋友。
可以睇到，自從作者有咗呢一次嘅同佢嘅舊情人嘅戀愛經驗之後呢，因為呢一次嘅失敗，令到作者產生咗一種嘅自卑感，就連自己爭取自己想要嘅嘢呢，都覺得就係話做唔到，我又點夠佢鬥呢？咁嘅心態，大家又有冇試過呢一種嘅心態纏繞住你呢？可以留個言分享下，之後會去到間奏嘅後面嗰段。在校外約會時候，有某某狀況，然後個個合力將你我關係世界性轉播。呢度呢都係回憶返以前嘅事啦。咁呢，作者就曾經同過佢嘅心儀對象呢喺校外約會啦。咁呢就俾某人呢就撞破咗。咁你都知啦，撞破咗嗰啲人好八卦噶嘛。咁就一定會一傳十，十傳百。咁就慢慢呢，就令到全校都知道晒，呢啲都係少不免嘅學校校園嘅回憶嚟嘅。即使現在不算話題後，誰亦從未道破，但我偏向往舊日被人話你話我都不怕，繼續要鬥膽拍拖。第一行所寫嘅前事現在不算話題後，我覺得佢呢度講嘅呢並唔係話以前嘅嘢已經唔係舊生會裏邊嘅話題。呢度我覺得所指嘅係舊生會所講嘅話題，講到咁上下呢，大家已經拋開晒包袱，呢啲已經唔係一個普通嘅傾談，已經係進入到一個大家好暢所欲言，好隨意地攞返以前嘅嘢嚟講，得閒又嘲諷下嗰個，得閒又笑下嗰個，笑下呢個，好快樂嘅一種氛圍。所以第二行就出現咗誰亦從未道破，大概嘅意思就係喺呢一刻仲有邊一個未攞出嚟笑過，未攞出嚟俾人講過呢？但係作者偏偏就鍾意人哋話佢舊陣時點樣去喺校園裏邊好大膽咁樣去拍拖喎。我覺得呢度就引證咗頭先我所講嘅，作者因為同佢舊陣時嘅情人有嗰一段失敗嘅戀愛經歷之後，而產生咗自卑嘅感覺嘅呢種講法。唔知大家有冇咁嘅感覺啦？就係自卑嘅人呢，可能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就係佢哋係好鍾意話俾人聽，我得呢樣，我又得嗰樣，我總之我乜都得㗎，我乜都識做㗎。又或者佢係鍾意聽到人哋讚佢呢樣又得，嗰樣又得，哎呀你真係好叻嗰啲乜嘢哎呀你又識整水喉啊，哎呀你又識整冷氣嗰啲，總之好似讚到佢樣樣都掂咁樣呢，佢哋就好開心。不過雖然真係叻嘅人都會鍾意俾人讚嘅，但係佢哋嗰種感覺呢，係真係有唔同分別嘅。由於歌詞嘅重複，所以呢，我哋會跳過呢一部分嘅，會直接跳到去第二段副歌嘅之後嗰部分。我已不再擁有，
舊愛的本分，誰想安守？不想再配合你，扮自然當密友，閒話然後無話，想兜圈遠走。呢度我覺得絕對係一個當作者見完佢嘅舊情人之後所得出嚟嘅一個自我剖白啊！佢係喺度強迫緊自己要接受一個自己最唔想接受嘅事實，就係佢已經係冇辦法再同佢昔日嘅舊情人再喺埋一齊，所以就寫咗熱愛已不再擁有，舊愛的本分誰想安守。第三行嘅意思我會覺得係唔需要再點樣去諗點樣配合昔日嘅舊情人，只需要喺個場地嗰度自然啲扮係同佢傾緊偈嘅密友啦。但係真係要做到呢一點嘅話，對於佢嚟講實在好難。歌詞都俾到我哋一種感覺，就係佢哋兩個人其實都有一段時間都冇見啦，分分鐘連對方中意啲乜嘢都唔知，所以就出現咗歌詞中嘅呢一句閒話然後無話，想傾下閒偈都唔知傾乜嘢，最後就要尷尬咁樣兜個圈走咗去。提一提大家，第三段嘅副歌最後嗰一句係咁樣嘅，從沒有接受放得低這裏有，同之前嘅部分從沒法接受放得低這裏有係唔同嘅。沒法係沒有方法，即係仲未諗到嘅方法去放低嘅。學聚會想你亦無助，也怕有罪過。擰轉背避開了你，可避免了課比課。若日後婚禮的那天，其實無謂於我，耀眼的鑽戒未能送你，然我可以送什麼？頭先就話佢覺得自己自卑，所以擰轉背避開咗，可以避免啲人比較。到咗最後，作者都係冇辦法放低，亦都冇辦法去爭取自己想要嘅嘢。放低係講緊佢冇辦法放低佢同佢前度之間嘅感情啦，所以先話如果日後嘅婚禮呢，唔需要預佢啦。冇辦法爭取嘅係，即係既然耀眼嘅鑽戒未能夠送俾你嘅喎，咁我都好應該送一份最後嘅祝福俾你啊！但係到底我又可以送啲乜嘢俾你呢？呢次嘅評論嚟到呢度呢，亦都接近尾聲啦。結束之前都有少少嘢想拜託大家嘅，就係希望大家可以繼續訂閱我呢個嘅頻道啦，繼續支持黑粉啦，俾個 like 我啦，同埋分享出去俾更加多嘅朋友睇下啦。特別係中意李克勤嘅朋友呢，你就要更加 share 俾佢睇下啦，話俾佢知。YouTube 有個人叫黑粉，係專講李克勤嘅嘢嘅，記得要播晒黑粉嘅片，咁先可以幫助黑粉嘅頻道增長。仲有記得要留言，咁先可以幫助黑粉嘅頻道呢去進一步推送，俾更加多嘅朋友可以睇到黑粉嘅影片。撳埋個通知鈴，咁先可以幫你